大家平安。至关上帝的祭司，就是圣经所咧讲的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伫圣经的中间，伫遐描写，伊是一个至关上帝的祭司。总是当一个人伫咧读即个圣经的中间，真正无法度了解，无代无志卜一个人麦基洗德出来。伫创世纪14章，简单安尼大过了后，就无伊的消息。后来到伫诗篇110篇第4节的中间，小可伫遐佫甲引述甲上帝、甲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后来希伯来的作者伫希伯来5章甲第7章的中间，伫迄个中间又来解释麦基洗德原来甲耶稣的关系，就是伫古早的中间，伫创世纪的中间，上帝已经伫遐有安排，透过麦基洗德伫迄个中间来象征，也是互咱知影讲，伫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出世伫即个世间，为着罪人，为着世间的人，成做永远的祭司，也是至关的祭司。所以创世纪伫迄个背景，迄个麦基洗德的出现的中间，迄个背景是对亚伯兰有一天上帝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呼召，甲伊讲：你着要离开家己的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。虽然头前伊毋知影道路伫啥物所在，总是上帝讲：我自然时到，我就会指示迄个地伫迄个所在。亚伯拉罕受呼召，亚伯兰也是咱所咧讲的亚伯拉罕后来改名。伊伫受呼召的中间，伊毋若顺服，伊嘛是照安尼行，真正有行动。所以亚伯兰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伊就带伊的侄仔，伊遐个囡仔就路得，甲伊三甲去。伊迄个时阵出发的中间，较只有已经75岁啦。亚伯兰伊就带伊的侄仔路得，因就埃及去。伫遐亚伯兰已经牛羊军日迄个金银真济。换一句话，因非常的好业。毋但伊好业，甲伊同行的路得，伊也是有真济羊群、牛羊、布边，也非常的济，非常的好业。所以因所去伫埃及，因所住迄个所在，有2堆的羊群、甲财产、甲因的奴仆伫迄个所在，因三甲伫迄个所在三甲冤家，因真正无法度三甲徛起伫迄个中间。所以亚伯兰伊就甲路得讲，你的目者莫甲我的目者三甲相争。伊伫第8节就甲伊讲，伊讲你甲我毋通冤家，咱拢是亲人，咱拢是兄弟。最后讲，咱是骨肉。咱是兄弟，咱毋通冤家，所以你的牧者嘛毋通甲我的牧者冤家。你来看，伫你的目睭前，遮个土地，互你先经。你若经倒边，我就行正边；你若经正边，我就经倒边。路得目睭看头前的土地，非常的水，遐有约旦河，有迄个溪水，有河水，因无欠缺水，甚至伫迄个所在有平原，有足侪青草，伊感觉非常的好。互伊的羊群无咬着，无喙打着，无欠缺。伊讲第10节的第2节讲，迄个土地真正真润泽，非常的丰盛。因就伫迄个土地的中间，伫迄个伊经迄个土地，就伫迄个所在来徛起。所以亚伯拉罕伊就徛起伫12节的中间，伊就徛起伫迦南地，伊就换另外一个所在去。所以路得伊就住伫迄个真大片的土地。有河，阁有青草，甚至迄个所在，索多玛城也非常的丰盛，迄个看起来敢若非常的迄个青艳足侪荣华富贵，拢伫迄个所在。所以因真正伫迄个所在，因就分别啦。耶和华就甲亚伯兰讲：你举目看，虽然迄个上界水的土地，互路得已经去经去，不要紧，你正看你所看的迄个土地。你若看会到的，拢互你。第15节，因为你所看的一切地，我拢要互你，甲你会互的，直到永远。路得是用家己的心意去经伊所爱经的。伊看去索多玛城非常的丰盛，看非常的看起来因真正无欠缺，食物、啥物货、青草、水泉拢非常的丰富。伊经感觉伊上界好的，对伊上界有利的，伊用人家己的意志去经。总是上帝甲亚伯拉罕讲。亚伯拉罕甘愿留互伊的兄弟，互你先经，伊甘愿留互迄个兄弟。所以上帝讲，过来你看会到的，我拢互你。上帝意思就是讲，
见啦，你的脚所踏的，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。然后上帝甲咱伫地，你行到伫倒位？你上帝若甲你伫地，你去住伫真海边的中间，上帝若有你甲你伫地，迄嘛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上帝若甲你有伫地，你看去住伫山顶的中间，上帝若甲你伫地，迄个所在嘛是上帝所应允的，因为你的脚所踏的所在是上帝所应允的。咱的教会是大家三甲伫即个所在踏的，当你大家拢三甲踏伫即个土地时，即个土地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当你伫恁兜伫遐行踏伫迄个所在所踏的地，你伫遐常常咧出去的时，恁兜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当你伫公司的中间，你家己的公司，还是你去别位的公司，当你伫遐所做工的时，你所行到的所在，上帝来甲你伫地，拢是上帝所应允的地。所以上帝讲：你的目睭所看见的一切，我拢要赐福予你。然后就进入到今仔日的主题的中间。迄个时阵，咱看第一节，才有4个王。第一节后壁有4个王：示拿王；第二节以拉撒王；后壁有一个以兰王，就是今仔日的过去是咧讲波斯，即摆的是伊朗。过来就是哥印王，才有4个王。这4个王是非常的大国，伊的土地、伊的国度也比较搁较臃肿。过来第二节的中间，遐有5个小王，5个小王头一个就是索多玛王，过来就是第二节俄摩拉王，过来押玛王，过来西边王，以及比拉王。这5个是比较较小的王。这第一节迄4个王是迄个领袖，迄个发起的，就是以兰王。以兰王因为过去这个小国伫迄个中间，拢是咧甲伊服侍。因伫遐甲因服侍，因甚至进贡因的好米，所以因伫迄个进贡的中间有12年，总是后来这个小国，这个小国，甲13年后，第13年，因就无爱甲服侍，所以这个以兰王伊就真毋甘愿，伊就去伫四周围联名遐个大国，甲因三甲去攻击伫迄5个小国，所以因对伫北边慢慢啊讲，其实到对伫因5个大国，到迄个到4个大国到落来5个小国的中间，其实还佫有足济的小国。其实因一直攻落来啦，因毋是敢若讲这5个国尔，因一直攻落来，一直拍落来，拍到伫后壁的所在，后来迄个罗德，伊所建的上界好迄个城，伊所建的土地是已经非常的挖伫迄个索多玛城的所在。所以，当遐个4国，因着这个小国一直攻落来时，大家拢互伊拍倒去，遐个人拢去互掠去，遐个财产拢去互因掠去，拢互因抢去。所以，规个拢抢去的时，换一句话说是，遐个小国规个拢倒了就对啦。所以，因着这个4个大国，因着甲这个所抢的人，包括遐个财产，因这个小国的财产，规个拢甲抢转去。其实这个阿伯兰拢无啥物关系，因为伊无参加对一派。问题就是伊的弟仔罗德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伊总免点点。虽然罗德是用家己的方法去得伊的去得伊所要爱的土地，那照讲无照上帝的旨意。毋过阿伯兰，伊迄是我的弟仔，所以伊伫迄个中间，伊就伫迄个去甲伊抢人。因为伊的财产真济，伊的萝卜真济，伊的萝卜家己所生出来的萝卜囝，伊迄间318个迄个壮丁啦，伊有受训练的壮丁。因为过羊群伫旷野的中间有真济的野兽，检测会拄着对敌，所以伫萝卜所生的萝卜，因着伫迄个所在有训练一寡壮丁来顾伊的迄个财产甲羊群。伊就伫遐经318个。伫遐开始，15节讲伊用暗暝、透暝，第一节讲透暝分队去攻击，到伫大马色的所在，伊甲迄4个王所抢去的遐个人，佮甲抢倒转来，遐个财甚至连遐个迄个4个大国的财产，因嘛会当甲抢倒来。所以16节将因遮个食物拢抢倒来时，伊就嘛甲罗德也带倒来。罗德因为甲以及侪妇女拢伫迄个所在。拢带倒转来，伫迄个中间有2个人来迎旨意，过来遮有一个头一个就是写灭基洗德。圣经敢若写尔要交代，过去伫王的中间，
是迄个什么人，咱拢会交代讲是什么人的细岁，即个人安怎，是特别有交代。但是这拢完全无交代，就一个麦基洗德伫迄个所在就走出来。毋但是麦基洗德来迎之一，搁一个就是第一章遐讲就是索多玛王，伊来迎。第二章讲索多玛王伫迄个所在来甲迎旨。索多玛王当然伊是用伊的王伫遐来迎旨伊，因为伊的德性，互伊的百姓拢会转来。但是麦基洗德伫圣经，敢若即几节拄啊，伫遐十来节讲者交代以外，即两节搁甲交代一撮啊，剩来就拢无交代啊。伊讲伊是撒冷王，麦基洗德大饼甲走出来，伊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咱看起伫即个圣经节的中间，讲伊是撒冷王，撒冷王其实伫古早的时代，就是咧讲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是讲一个平安王，伊是平安王。麦基洗德伊本身的名叫做义的王，就是公义的王。所以伊毋但是王，伊毋但是伊是一个迄个祭司，佫是上帝至悬的祭司。伊就伫迄个所在，用伊的身份祝福亚伯拉罕、亚伯兰。伊讲愿天地的主至悬的上帝赐福予亚伯兰。安尼伫即个圣经，虽然撒冷王即个麦基洗德是简单安尼大过尔，毋过伊和亚伯拉罕迄种的迄个互相的交陪对话，咱会当看见亚伯拉罕一定认捌伊，认捌即个是毋但是王，伊阁是一个祭司。即个麦基洗德伊安怎甲伊祝福？伊讲愿天地的主至悬的上帝赐福予亚伯拉罕。原文是至悬的上帝，愿天地的主赐福予亚伯兰，是天地的上帝放伫上顶悬。迄个全世界只有一个神啊！即个神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只有是伊一个真神啊！对，无人阁比伊至悬。世间有真济的神明，拢真有限，拢是人放出来。总是至悬的上帝，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即个创造天地的主，当伊咧甲祝福的时，伊咧甲亚伯拉罕讲，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天地所有的拢是上帝属于上帝的，是上帝所掌管的。伊讲最至悬的上帝将对德交伫你的手，应该学了。伊伫迄个中间咧甲亚伯拉罕讲，咱知影当亚伯兰伊要离开本族本地时，拢是上帝直接甲亚伯兰讲话。总是今仔日上帝拣一个至悬的祭司，麦基洗德直接其实就是咧甲伊教育，直接甲伊讲，今仔日你的德性，毋是你家己的熬，今仔日你会当，你318个人，你要怎样去对抗4个国？因迄是4个大国，因的军队毋是1000个、2000个，你318个有法度去对抗迄4国的大国，佮得胜倒来，毋是你的熬，是咱的上帝家己伫迄个所在掌管，天地的上帝，伊有家己的权柄，伊要祝福你，伊就祝福你。伊无要祝福你，你若无要听伊的话，伊无要祝福你。上帝伊有迄个主权，你就得袂到迄个祝福。所以亚伯兰伫即个所在，伊看迄个麦基洗德，伊所听的已经毋是甲伊看见一个王尔尔，伊知影即个代表上帝，所以伊摕伊所抢回来的1/10摕互伊。索多玛王将亚伯兰，伊也出来迎接亚伯兰讲，伊所做的是照当时因的规矩。你着替我替倒来，我财产毋免，因为你救我的人，我着欢喜啊。所以我迄个我的人，你还我财产，你摕去。毋过亚伯兰讲，我无爱安尼做。我记至悬的上帝，耶和华咒诅讲，既然你的米一条线，一个下大，我拢无爱摕，免得你讲，我互亚伯兰好业。伊咧表明，我今仔日财产足济，一切拢是上帝所赏赐的。是上帝对我的看顾，上帝对我的带领，我绝对无要摕你的财产。我若甲你摕，有一天你讲的拢是你的功劳。伊感觉伊安尼对不起上帝，所以咱看见伊的态度，尊主最大。伊清楚，今仔日伊一切会当得胜，拢是上帝予伊。总是照当时的规矩，我有带318个的壮丁，
甲我三甲同徛的壮丁，阁有一寡其他有一个有去找一寡。伊是国漫所用到的迄个，一寡其他有甲伊同行的人，甲一寡小国又去邀请因做伙去找人的。伊讲：遮你应该互伊，因为因出力，伊去甲遐个人带转来，去抢转来。这318个，因真正是用迄种的冒险的心情，去伫迄个所在，甲所有咱应该伫的物件拢抢转来。所以，这是你应该有的规矩。互遮的壮丁，你爱互因一寡代价。因爱无要着，还是因爱要摕啥物物件，你爱互摕。圣经灭记西德到伫即个所在，就一个段落，创世纪拢无交代，干那灭记西德就安尼出来，所以咱会感觉讲即个人物非常的迄个，真正是真正，你无法度去了解，非常的神秘。总是到伫诗篇，其实110章的第40讲啊足清楚。特别伫110章110篇迄个诗篇开始出现的时，伫迄个中间有讲，耶和华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听候我，互你对地敌，你的对敌，互你做你的骹头椅。耶和华要对錫安伸手，你的能力会管，你要对地敌的中间掌权，然后你的百姓是圣洁的，穿装他的衫。甘心献家己。我想到伫即个所在，即个诗篇110篇第1节到第3节，其实伫当时的王若要就任的时，因会读这个圣经节。总是伫即个中间，你若去看，伫新约的中间有足侪的所在。虽然我无记出来，我相信咱拢有印象。伊要坐伫上帝的正边，对着要叫做伊的骹踏椅。伫新约的中间有几啊处拢来应用这个圣经节。其实无形中，伫即个中间已经咧暗示，这是弥赛亚耶稣基督。所以第4节讲，耶和华已经就抓，的确无退回。你永远做祭司，照灭基西德的班列。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照灭基西德的班列。迄个班列就是迄个同款的程度。当然，伫即个班列的中间，是搁较悬的程度，是超越的。是永远活的，而且有讲你是永远的祭司。伫圣经的中间，咱知影迄个伫当时的规矩，迄个祭司是对利未的迄个支派出来，是对亚伦的子孙，因叫做祭司的。总是咱看去灭基西德，伫迄个时阵，咱利未还未出世。所以，伊是伫利未的顶悬，伊无照当时的律法来行伫祭司的道路。搁一摆讲，当时因的王甲祭司是无合作伙，王还王，祭司还祭司。所以，咱看见亚伦的子孙，因敢若会当做祭司尔，伊毋是王。王的祭司是对犹太出来，所以利未的祭司只有单单。做王做祭司那点，毋过咱看见伫即个圣经在的中间，拄啊咱伫创世纪，灭基西德，伊是撒冷王，伊阁是上帝至权的祭司，伫遮阁讲是永远的祭司。伊讲即个弥赛亚是甲即个灭基西德共班列，是超越的，是超越啊，阁永远活的，是久久长的。耶稣基督，伊嘛是一个平安的王。耶稣基督，伊嘛是一个公义的王。伫咱的心底，住伫咱的心底来掌管咱的生命。毋然安尼，伊嘛是上帝至权的祭司。总是伊讲灭基西德甲伊共款，迄个共款的所在，就是这三项，伊是永远的王，伊是公义的王。平安的王，伊是永远的祭司。然后，咱看见伫即个中间，因两个拢完全迄个程度拢共款，也是讲因的身份、因的手、因的能力、因的权柄，拢是超越当时的律法的迄个祭司。咱看见伫
第20个后壁讲，伊是义的王，伊阁是平安王。啊，这是第3节希伯来书对伫创世纪迄3节以外，小可大过以外，就跳来到伫诗篇110篇，伊伫遮小可引述耶稣基督甲麦基洗德是同款程度的。伫遮伊咧讲起麦基洗德，伊是一个无老爸、无老母、无世下、无时日的起头，无活命的落尾，是亲像上帝的囝，久长咧做祭司。遮也阁一解讲，麦基洗德是久长咧做祭司。其实伊毋是无老母、无老爸，是圣经条故伊伫迄个所在无要记载，无要记载伊的爸母，无要记载伊的迄个伊的世下、伊的族谱，无要记载伊有死，伊当时死，拢完全无记载。只不过是上帝特别拣选麦基洗德，伫迄个创世纪，伫迄上起头，上帝创造天地了后，无偌久的历史的时，就伫迄个所在，照着即个人，伫遐开始咧描写。伫迄个将来久长将来，上帝已经备办的一个弥赛亚，耶稣基督虽然照着玛利亚来出世，其实肉体来讲，看起来是伊有老母，但是迄是圣神做工，同款无爸无母无世下。伊敢真正无爸无母？咱咧讲麦基洗德一定有，条故伊无爱安尼介绍，伫迄个所在。佮讲第诗篇110篇讲，伊甲耶稣是同款至关上帝的祭司，迄是上帝特别设立的，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所以若安尼对圣经来看，人看见伊讲这毋是照肉体的法来设立。我咧讲的利未，因遐个祭司是因伫因的活命是会毁坏的，所以因有一天拢会过身。当因伫利未的过世，迄个时代，遐个查甫丁30岁开始出来做祭司的时，到2年后，因就退休。所以一代一代，因会过身，新的一代起来，因到尾也会死。毋过圣经咧讲，麦基洗德甲迄个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伊是永远的祭司。这个祭司只不过是单做祭司尔尔。麦基洗德甲耶稣基督无共款，因是王，阁是祭司，掌管性命的王，阁是做人的中保。然后伊阁是永远的祭司，是永远的。过去的人一代一代会死，但是到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就只有剩耶稣基督伫遮永远做咱的祭司。透过麦基洗德的中间，圣经伫遮要甲咱讲的，咱爱注目的毋是即个麦基洗德。咱真侪人读圣经读麦基洗德，咱真正无了解，无代无志卜出来出现，总是伫即个中间，特别有上帝属灵的启示。迄个属灵的启示就是伫上帝创造人的中间，伊已经为着咱备办好势。伊知影将来人会犯罪，人需要。伊的扶持帮赞，伊照着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救赎，来成做咱随时的帮赞。所以伫迄个创世纪的大圣，有真济拢有耶稣基督的影。你讲亲像迄个拿阿大船伫迄个做大船的中间，还未落大雨，100几年的中间。那也是一直传福音的，恁就爱听上帝的话，恁就爱悔改，然后要做大船上船。伊是一直传福音的，但是要听的人，因就拯救；无听的人就得袂到。圣经的中间有太济拢咧引述，有一个弥赛亚，有耶稣基督的影，所以麦基洗德就是有一个影，已经咧讲有一个拯救者。这个圣经在咧甲咱讲，毋通注目伫麦基洗德的历史人物。伫遮咱爱注目的是伫即个耶稣基督上帝所备办的弥赛亚，咱爱来挖靠伊、帮赞伊，毋是迄个历史人物。迄个历史人物是上帝特别拣选，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成做咱的随时的祝福甲帮赞。你也想看卖啊？伫咱的圣经的中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太济时阵是你想袂到的啦。
有一工，迄个陈连德牧师、陈连坤牧师，迄拢做过身过去，专门咧翻译圣经，迄个咱的台语圣经，迄个真出名的圣经的牧师。伊有一工甲阮做见证讲，因为伊坐岁啊，迄阵已经七八十岁啊，伊常常有心脏病，拢常常心脏会发作，但是伊足无用的，伊足够讲道的，所以教会就请伊去陪灵，然后请伊陪灵了后，伊就搁爱赶去圣经迄个公会伫迄个所在去翻译圣经。伊迄工翻译圣经了后，伊搁赶去要去一个所在，甲一个妇女团契伫迄个所在来分享。结果伊坐客灵车的时，已经到位啊，要落车，伊感觉伊人头壳足戆的，因为无用规日头壳足戆的，伊就用手一直摸落地啊。结果到底有银钱无？毋知影。伊骹倒咧，迄阵摔落涂骹，摔落迄时，伊敢若伊目睭拢瞥袂紧，伊嘛无法度讲话，但是伊就听四周围足侪人杂插的，讲是安怎？敢若放伊家一个人出来，安怎？听足侪人咧叽叽楚楚。后来有一个人去甲牵起来，带去伫顶仔骹的所在，遐拄有一条椅啊，伊就讲你坐踮遮。伊讲阿伯，你有救心无？伊嘛拢无法度反应，伊敢若手一直摸伊的落地啊，像迄中山装安尼吼。咱菲律宾，你知影？迄菲律宾的有绣花的衫，有迄像迄中山装安尼，伊就手去撑伊的落地啊。迄个人去甲摸着，遐就一罐救心足细罐，伊就甲摕一粒。伊讲阿伯，这爱放伫纸的下底，你知影吼？阵放伫纸的下底。伊阵真正甘伫纸的下底了后，阵还迄个灵阵恢复就对，就好啊。当伊目睭金的时，伊四周围拢无人。这个嘛是无交代伊的出世啊，伊的爸母是啥？这个人是啥？伊完全拢毋知。总是陈连坤牧师讲，我知影，伊是上帝甲我备办的天使。我想咱来用这个角度来看麦基洗德伫迄个历史，伫迄个旧约历史的中间，你用安尼来看伊，看见上帝的疼，伫你我的四周围的中间，上帝拢有备办伊的天使。伫迄个所在，正做咱的班站。伫你介艰苦心的时，当时一个人拄来甲你安慰。阮真侪姊妹常常伫人咧聚会中间，伊伫迄个所在抱怨。我讲，我看见的上帝非常疼你咧，因为当然看伊的现实，伊看到真侪的艰苦。总是我甲伊讲，你袂感觉上帝非常的疼你吗？日仔个上帝若无疼你，伫你人生行袂落的时，拄有人甲你带来教会。互你认捌上帝，伫你介艰苦孤单的时，拄有一群的人甲你陪伴，帮助你，甚至你家己会晓祈祷哇靠主，你嘛家己伫遐讲足奇妙的，我祈祷上帝就帮助我。虽然你的现实真正是遮艰难，但是我看见的是伫你的生活中间，早就上帝甲你备办好势，伫你行袂去的是拄好的人出现，麦基洗德的出现。上帝就是甲你讲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有拄好的人，上帝甲咱备办，成做你人生的班站，成做你的夫妻，成做你的祝福。所以咱较要紧的，毋是咧看这个人到底伊的爸母是啥。圣经无要互你看爸母啦，圣经甲咱交代，伊是上帝特别拣选的，伊是有上帝的旨意伫迄个中间，所以伊当时死毋知，伊甲伊讲，伊是永远久长的祭司，来指耶稣基督，迄个真正的弥赛亚来，伊为着咱担当咱的罪，替咱死。耶稣基督的出现，成做你我伫生活的中间，亲像麦基洗德伫拄好的时出现的是对咱的祝福。耶稣替咱死伫十字架顶，就是对你的祝福，对我的祝福。伊永远成做你随时的班站，成做你随时的夫妻。伫你人生行袂落的时，伊伫你的身边。过去是爱透过祭司，迄个会死的祭司，因一年一摆。为着因献祭，伊大生都爱认罪了，伊较有法度替你祈求。今仔日耶稣基督一摆替咱死，你随时需要，你就会当祈祷。我每一个时刻，我咧甲人讲话时，我毋知影要安怎，我随时祈祷。
我目睭紧紧嘛会祈祷，我目睭瞌瞌我嘛会使祈祷，我就是规日会使祈祷，我倒咧祈祷，我真侪时阵用想的祈祷，上帝拢成就。这个耶稣基督伫遮咧甲咱表明是无所不在，随时的帮赞，随时的扶持。圣经对伫灭基洗德到伫耶稣基督到今仔日的中间，伫遐咧表明一项非常的清楚，咱所信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。这是一个真实在的一个根据。伫迄个旧约的中间，上帝已经透过灭基洗德伫遐咧讲。随时，伊有特别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安排祝福的人，你我常常拢有拄好的人祝福。你若真正有困难，到耶稣基督即摆已经出世了后，佮替咱死担当罪过以后，你甲咱讲，你随时甲伊求救，即种的随时的帮赞、随时的扶持、随时的稳定，甚至启示、感动、帮赞、医治、透放。伫耶稣基督这个全能的上帝、天地万灵的主的中间，拢赏赐予耶稣基督，也要赏赐予咱，成做咱随时的帮赞。迄个赏赐予咱，就是随时对咱的扶持。所以咱看见灭基洗德到耶稣出世到伫今仔日，上帝咧讲一项：我是永远的上帝，我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我是至权的上帝，我是有权柄的上帝，我是有能力的上帝。你若倚靠我，迄个随时的扶持。祝福伫你的中间，你若亲像亚伯兰听叹顺服，虽然你知影头前的道路，你看袂到头前的代志有解决无，你毋知影头前的道路怎样，总是你若用信心倚靠主的时，就有上帝的扶持，上帝的帮助。所以亚伯拉罕，包括罗德是一个自私的人，用家己的方法。抢伊的财产，抢伊要爱的财产。照讲，伊住伫罪恶的索多玛城，总是伊犹原上帝看伊做伊的百姓的时，伊嘛得到上帝保护啊，伊嘛受到上帝的抢救。所以咱每一个拢是上帝所爱的百姓。检测咱真软弱，咱有真济的黑暗的所在，上帝伊犹原袂办杀咱。伊的应允照着耶稣基督成就要伫咱的身上，所以我爱要安尼讲，咱敢会当无一心啦？耶稣基督上帝是遮尔啊好的上帝，上帝用这种疼来咧疼咱，已经将咱的需要陪伴咱的时，咱今仔日有机会坐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。我要爱甲咱讲的讲，莫干那坐伫遮做礼拜，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。这个上帝随时倚靠，伊伫世间的中间要成做你的帮赞，伊要甲你扶持，伫你人生毋知安怎讲、安怎行的时，伊要甲你开路。我想足侪人有这种的见证，咱别干那听别人见证，咱家己先认真做。这种的稳定，就是已经要赏赐予你，有遮尔好的神，你已经明白，咱较会当马马虎虎来信耶稣啊，咱较会当凊凊彩彩。圣经讲，你若穿圣洁的衫来做装他，这个永远的弥赛亚是你永远的祝福。所以我拢常常甲信徒讲，我特别我进年会节，我拢一直感觉讲，莫安尼马马虎虎做信徒咁好。咱的上帝是真的，你既然过去会做见证，你较会当真安尼马马虎虎，较认真的。你若认真的时，你就看见你属灵的生命在提升，你要经历的一个稳定真济。无代表你信耶稣就袂拄着别人的陷害，毋过上帝应允伊要甲你治地，就是伊要甲你解决问题，伊就互你有气力来较赢这一切。这种的祝福是随时伫你的身边。你毋捌迄个爸母，你毋知影伊当时死，毋过这个祝福伫早时，上帝已经陪伴，到你今仔日也搁咧陪伴。所以呼吁咱真正伫信仰的中间认真。今仔日亚伯拉罕，伊将1/10随时摕出来，因为伊知影这是上帝所赏赐予我的。伊奉献1/10是代表对上帝的敬拜。伊甲灭基洗德看作是上帝，伊本身是上帝所拣选的使者，所以伊所得到，伊用1/10奉献给上帝。上帝的教会需要咱大家来关心，
奉献偌济，毋是我咧讲，总是你若真正敬畏即个上帝，我想你自然就会奉献。听到最近听见一个见证，做一个结束。阮一个菲律宾的朋友讲，因的大家要过身的时，还未过身的时，去天堂，伊的灵魂去天堂。去天堂，伊就带伊参观一间厝。伊讲哦，这间厝遮水是啥的？伊就讲恁一个小妹安尼啦吼。伊就搁行，搁看到一间厝啊吼。迄间厝就像咱的庄脚吼，迄个草厝也是德公厝吼，放落去就对啦。迄一起落安尼草啊厝吼，搁有德公吼，就安尼放落去安尼啦。拢倒安尼，敢若做迄落伫天国安尼看见。因大家就讲这间厝是啥的？伊讲恁就是对一个小妹，迄个小妹吼非常的好业，但是伊钱吼甘愿用伫因兜啊有诶无诶啦，荣华富贵开足济，但是伫教会伊毋甘愿奉献。伊讲因为伊对上帝，伊对伊天国诶厝，伊奉献对天国诶厝，伊就是安尼尔，所以伊诶厝就是烂啊，袂用啊，就安尼倒。伊讲你转去甲讲，即摆转去甲讲诶是。因即个小妹对迄个时阵变足热心、足拍拼奉献的。我想这是你爱家己去经历的。咱伫世间，该关心的，你若真正疼上帝的教会，你自然你就会去甲表达。迄个表达是甘心乐意，无勉强的，毋是一定偌济，是甘心乐意。奉献本身。毋是有甲上帝交换，我甲你奉献，你就甲我祝福。奉献的本身是咧讲，我敬拜你，因为一切恩典对你，我回应，我用这回奉献互你，是敬畏你。麦基洗德到伫弥赛亚，表明上帝对咱的疼，永远无改变。你对上帝回应，敢毋是应该，嘛是用敬畏的心、敬拜的心。来回应上帝的疼，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感谢你，阮知影阮真济欠缺，甲无够业。主，阮恳求你感动阮，互阮知影教会三甲伫即个所在是互相造就、互相培养，是互阮认捌上帝、疼主的心会搁较济，定睛伫上帝国，定睛伫即个信仰的中间，活出上帝的生命，水的信仰。毋是伫外面的表现，毋是伫台仔顶的表现，乃是伫生活、甲信仰迄个真平凡的中间表现出来，互人伫阮的心上会当看见，真正阮属伫主的。伫世间的中间难免也阁有真济阮想袂到的艰难、危险，阮世间人拢拄会到，总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你赢过这一切。阮所有的艰难，你拢有法度解决，你嘛拢会当担当。恳求你帮助阮，照着麦基洗德甲教弟耶稣基督弥赛亚，为着阮所做的一切，看见你对阮的疼，对伫早时，你就为阮陪伴阮的需要，因为你是渗透万事的上帝。你创造的时，你互阮自由，你就知影阮的软弱，所以你早就透过麦基洗德咧讲，有一个救世主要来帮助阮，要来扶持阮，要来担当阮的软弱。主，阮感谢你为着阮所做的，互阮无忘记你，诚做你好的百姓，搁较会晓回应上帝的疼，诚做真实的基督徒，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毋是干那甲人讲基督徒，但是无力的基督徒。阮知影。阮较软弱，但是阮若倚靠主，也会要有开力出来。所以，阮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，帮助阮伫教会的经费增长，也是信仰抢救灵魂的中间，也互阮看见上帝的心意，欢喜来努力，来成就上帝国。照着阮小小的器具，互阮的中文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。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得救的人遐加添，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也充满伫阮整个的教会甲阮的家庭的中间。这是主你已经赏赐互阮，阮就要掠条即种的祝福伫阮的心上。阮欢喜安尼做，
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